愈晚年诈骗集团嘛愈活跳，屏东就嫌犯利用有看我是食这种的老步数共骗钱，为着要闪避警方的查缉，搁来装设着信号阻断器，也毋过也是去互高雄的警察甲装起来。另外，台南市的刑警大队为着要防堵网络顶假交朋友真骗钱，所以特别来拍摄着宣传的底片。这刑警为着要配合剧情，是来行事成这个相貌，甲装好歹歹啊！伫网络顶引起着热烈的回响。远景落车，先入外口掠一个查甫人，佮冲入厝内，三个嫌犯拢总被铐掉咧。原来因拢是诈骗集团。猜猜我是谁？这阵诈骗集团的人用诱惑是什么人的手法，凊彩敲电话共骗钱，为了避免警方追查，选人较少的屏东九如做基地，佮有到 GPS 信号阻断器，阻止警方的追踪。他那个遮断器是想要来阻止一些那个手机的讯号，不过呢，装那个还是没有用哦。随后三嫌犯拢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，年要到就惊讲诈骗集团是愈来愈畅手。台南市刑警大队嘛拍影片，看网络时常出现的假交朋友真诈财。头底是尾的三个资深的刑警搬爱情骗子，网络顶面假善假骗。我之前不是也会给你10万？上次是投资，这次是我妈咪住院要30万。结果叫秘鲁刑警搬被害人幻想中的网络情人骗纯情的男性。我被诈骗了。被害人发觉被骗去报警，歹徒总算互人掠起来，是尾互人摕掉。虽讲拍这影片或者刑警真辛苦，也毋过伫网络顶面反应真热烈，嘛，互这个反诈骗的效果特别好。